呀你！依恋叫你妈妈。依恋是你女儿是吗？她也是我女儿是吗？依恋，依然去上班了。妈妈，我不要妈妈去上班。妈妈，我难受。妈妈，妈妈。哥哥马上回来。梅兰妮，梅兰妮，梅兰妮。啊。依恋这边快好了，然后药在桌子上，你一会儿按时给她吃。我有事去找依然。行，赶紧去吧。依然。啊？怎么了？依恋出事了吗？她是不是严重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急死我呀你！依恋叫你妈妈。依恋是你女儿是吗？她也是我女儿是吗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当我决定生下他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要独自抚养他了。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这动画片你都看了这么多遍了，你不嫌烦呀？我喜欢看。依恋，哎呦，回来了。没事了你啊？我看看。梅兰妮姐姐给我喝了口糖水，我就好了。是吗？那依恋，今天想玩什么？我晚上还有舞蹈课。咱不去上课了，和少宇帅哥好好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进我屋里去玩吧。我们进屋去玩，走。歇会儿再玩啊，这病刚好呢。梅兰妮、天乐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在欺骗你们，可能你们也一直都在怀疑吧。对，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，你们一直对我跟依恋都那么真心的照顾。我还一直欺骗你们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来来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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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事儿呢，过去都过去了。我们也知道你有你的苦衷。现在这局势不是挺明朗的吗？就是我跟梅兰妮啊，我们俩得学着适应适应。是啊，我也是不得已才欺骗你们这么久的，希望你们能谅解。没事儿，不管你和依恋什么关系，都是我们的。这侄女啊。哦，你这倒挺会攀关系的哈，少了个小妹妹，多了个小侄女，对不对？
呀，这样一下辈分变了，你是有点不太适应吧？不是怎么着啊？心眼小啊，多个侄女还吃醋啊？怎么不行？不行啊！你怎么着？怎么着呀？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们。哎，你说。暂时不要让依恋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毕竟他年龄还小，有一些事情忽然告诉他，他会接受不了的，会造成心理的负担的。那个你放心，依恋是你们的孩子，说不说也是你们的自由。依恋很可爱，其实我们都把他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再谢谢你们。你看你这样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对了，起来。少宇帅哥，上次我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你回家有没有看？我有看，补习过了。现在我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了。上次老师说到了第5个星球，小王子去第5个星球看到了什么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小王子来到第5颗星球，他发现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位点灯人和一盏灯。然后点灯人的工作呢，就是每天早晨他把灯关上，每天晚上再开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那后来呢，整个星球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。等会儿，少宇，请不要这么快告诉依恋这一切吧，他年纪小，需要时间接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接着讲。后来星球越转越快，他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，因为他要不停的开灯关灯，开灯关灯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小王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这个点灯人。他觉得虽然他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但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完成。爱宝，你先别收东西了，赶紧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好多东西没收着呢。你孙叔叔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我给他打那么多电话，一点面子都不给呢？你看你都晒成什么了？怎么还让你出去工作？不行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妈，你给我留点面儿啊，留点面儿。你看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有点事就往公司打电话，同事都笑话我了。再说了，你看，怎么不派别人去啊？单派您儿子去，那是看得起我。孙叔都跟我说了啊，说这回这事要干好了，我就能升职，而且还有奖金呢。升职啊？你孙叔叔说的？啊？哎，这可是你工作以来第一次升职啊！哎，这个机会不能放弃。要去。你赶紧洗澡，我来给你收东西，你别收了啊。升职是好事儿。这个谭少宇是什么意思呀？把我们叫过来，自己迟到。这点啊，应该送依恋上学了。人家现在当爸爸的人了，理解万岁啊！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神奇。当今社会，居然有一个女人改名换姓，偷偷生下孩子，以妹妹的身份隐瞒住了身边所有人。哇，这种智商可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，就跟那种搁在国外绝对是女特工柯克伯之类的。哎，看人依然，再看你，没法比啊！我怎么了？不管是从这智商到情商，你说你跟依然能比吗？咱就说这女人啊，得经历多少事儿，才能把这么多内心丰富的情感隐藏这么深啊？平时是看不出来，其实内心早已波澜壮阔。你想想啊，我觉得依然吧，其实挺让人心疼的。哎，
这人家的媳妇儿，你心疼什么呀？你这种看到漂亮姑娘就心疼的毛病，可不可以去治一治？我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了晚了。我这一大早晨先去把依恋送到幼儿园，又去超市把这个月工资给结了，够折腾的。这是我认识的谭少宇吗？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自己来了。说吧，找我们俩来干嘛呀？走吧。那天吧，你跟我说我求婚缺少点诚意，我想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月工资领了，打算买一枚钻戒，正儿八经的求一次。行啊，学得够快的呀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有多少钱？都在这儿了。你别凑热闹，给我选啊！最好就是最贵的。就用你说啊，你是奢侈品专家，你不给我选一个性价比高的？要选4C 标准的，颜色、净度、切工克拉。那个服务员，你好，要性价比高的。这款是我们店销量最好的，工艺是8星8钻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什么级别的呀 VVS 级的。性价比还可以，性价比最高的是 SI 和 VS 级别的。那个我打断一下啊，这是我数错了还是你给错了？一共2400，你就买钻石，这买盒也不够啊，这个。我这个月工资就这么多。行，我帮你吧。哎，店里能刷卡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结婚，我求婚，你给我的新娘买戒指啊？不是你，你问问人家，咱店里有2400的钻石吗？近期没有。天乐，少宇，你过来看看，快点！哎，快点来看一下。什么呀？找了一家网络直销店，钻戒都比外面便宜，掺着20分，行不行？这网络直销店靠不靠谱啊？哎呀，人直销店都已经卖了好多了，人家的房租、水电、人力全省了，就是会比外面便宜，可以吗？反正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，连个戒指都买不起。